早晨，各位，我係 Laura。今日係2025年12月18號，星期四。Laura Tang Media 為你帶嚟今日快訊。11月通脹降至 2.7%， 低於預期。美國製造商喺貿易唔確定性同醫療成本壓力下，信心仍然回升。歐盟係咪動用凍結嘅俄羅斯資產援助烏克蘭？總統要求委內瑞拉歸還石油資產。以上及更多內容即將為你報導。隨住經濟中嘅價格壓力逐步降溫，11月嘅年通脹率明顯放緩。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通脹率降至 2.7%， 低於9月嘅 3%， 創下自7月以嚟嘅新低。經濟學家原先預估通脹率將會係 3.1%， 剔除波動較大嘅食品同能源價格之後 ，CPI 亦由9月嘅 3% 降至 2.6%， 係2021年3月以嚟最低水準。市場原本預期核心通脹將會維持喺 3%， 呢個係歷經43日政府關門後公佈嘅首份 CPI 報告，因此好多常見嘅數據未能提供，而且由於10月數據缺失，今次未公佈單月變動幅度。由於聯邦政府資金中斷，勞工統計局無法進行2025年10月嘅調查，而且喺恢復運作後亦無法補齊相關數據。由9月至11月，能源指數上升 1.1%， 住房指數上升 0.2%， 食品指數小幅上升 0.1%， 其中雞蛋價格年減超過 13%， 但牛肉價格年增大約 5%。呢兩項民生食品喺過去1年中波動劇烈。禽流感疫情曾經推高雞蛋價格，但隨住政府政策同市場因素互動作用，價格已經逐步回落。另一方面，庫存下降同投入成本上升推升咗牛肉價格，迫使白宮增加自阿根廷進口牛肉，以緩解消費者成本壓力。受關稅影響嘅商品喺過去12個月中變化唔大。服裝指數年增 0.2%， 新車價格年增 0.6%， 家電年化漲幅 0.5%， 智慧型手機價格年減 9.4%， 鞋類價格年減 0.1%。投資者對11月 CPI 低於預期表示歡迎，呢個可能提高聯準會 Fed 降息嘅機率。道瓊工業指數上漲大約 0.5%， 納斯達克指數上漲 1.4%。標普500指數上漲 0.8%， 美國公債殖利率全面下跌，10年期公債殖利率下降約3個基點至 4.12% 左，又2年期公債殖利率下跌超過3個基點至 3.45% 以下。美元指數幾乎持平於 98.30， 今年以嚟已經下跌9%，近5年嚟通脹幾乎一直高於聯準會2% 嘅目標。通脹率喺4月降至 2.3%， 隨後逐步回升，並喺9月達到 3%， 係自1月以嚟嘅最高水準。部分經濟觀察家將通脹上升歸因於關稅因素，然而若果排除較高嘅進口關稅，通脹實際上更接近 2%。初段，聯準會主席 Jerome Powell 喺最近一次會議後對媒體表示，通脹可能喺2026年第一季達到高峰。聯準會理事 Christopher Waller 喺12月17號出席耶魯 CEO 高峰會時，則表現得更加樂觀，認為通脹將會喺未來3至4個月內開始下降。展望2026年，通脹或者已經觸及高點。根據克里夫蘭聯準會通脹即時預測模型，12月 CPI 年通脹率預估為 2.9%， 核心通脹亦大致維持喺 3% 左右。民間機構同樣預期未來幾個月通脹壓力將會進一步降溫，儘管消費者仍然對高物價感到不滿。LPL Financial 亦已經下調對未來1年嘅通脹預期。密西根大學12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顯示，1年期通脹預期已經由11月嘅 4.5% 降至 4.1%， 係自1月以嚟最低，亦明顯低於今年高點 6.6%。下一份重要嘅通脹報告將會係12月 CPI 數據，預計喺1月13號公佈。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 NAM 喺12月17日表示，儘管面對貿易唔確定性、醫療保險成本上升等挑戰，美國製造商喺2025年第4季嘅整體信心仍然有所提升。
NAM 針對241家大、中、小型製造商進行調查，結果顯示69.9%受訪者對公司前景感到略為或者非常樂觀，比第三季上升4.9個百分點。NAM 指出，信心改善主要來自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法案以及總統嘅放鬆監管政策。總統喺7月簽署呢個法案，協助企業降低稅負、改善現金流，包括永久恢復企業資產折舊優惠，允許企業立即全額扣抵國內研發支出，而唔係分5年攤提。此外，總統喺1月31號簽署行政命令，要求政府機構每新增一項法規，必須廢除10項既有規定，以減少監管障礙。儘管信心回升，製造商最關切嘅問題仍然包括貿易唔確定性、醫療同保險成本上升、國內經濟轉弱。其中大型製造商500人以上為84.9%，視貿易不確定性為最大挑戰；中型製造商50至499人為76.6%，小型製造商50人以下為77.3%。喺醫療同保險成本方面，超過94% 嘅企業表示已經或預期2026年保費會上升。技術人力短缺亦係重大問題。目前唔夠10% 嘅製造商冇招募需求，產業內超過40萬個職缺，缺口集中喺技術員、機械師、焊工、操作員、組裝同包裝人員。此外，企業亦面臨排放同氣候風險、揭露法規帶嚟嘅成本壓力。受影響企業中92% 表示通報成本上升，資金被迫由生產用途轉移至合規支出。超過80% 嘅受訪者自2025年初以嚟需要為進口製造投入品支付關稅，大中型製造商需要支付97% 關稅，中小型製造商則為73%。製造商預期未來12個月銷售成長2.8%，產量增加2.4%，投入成本上升4.1%，出口僅小幅成長0.1%。NAM 首席經濟學家布魯姆表示，隨住前景改善，多數指標預期將會小幅好轉。SP Global 12月1日指出，美國製造業11月已經連續第4個月改善，產量同就業上升，企業信心回溫，但同時亦出現需求成長明顯放緩，導致成品庫存連續第2個月異常增加。SP Global 首席經濟學家威廉森表示，政府關門結束有助修復10月重挫嘅信心，但唔確定性仍然壓抑企業成長。美國小企業管理局 SBA 於12月17號核准首批製造商循環信用貸款，首輪提供350萬美元支援4家製造商，為 SBA 首個專為製造業設計嘅貸款方案。SBA 處長海利洛夫勒表示，該計劃將協助製造商擴產、現代化並促進產業回流美國。歐盟各國領袖喺12月18日齊聚布魯塞爾，討論點樣為烏克蘭提供一筆金額高達數百億歐元嘅貸款。歐盟執委會表示，喺決定2026年至2027年點樣持續資助烏克蘭之前，會議唔會結束。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亦出席會議。歐盟正考慮嘅方案之一係動用遭凍結嘅俄羅斯央行資產，其中大部分存放喺比利時嘅金融機構 Euroclear， 但比利時政府對呢個方案嘅合法性同金融風險表達強烈疑慮。歐盟其他成員國中立場分歧明顯，多數國家表示熱烈支持，但意大利等國抱持保留態度，而匈牙利則明確反對。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表示，歐盟將確保烏克蘭未來2年嘅財政需求。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則指出，烏克蘭所需資金約1370億歐元，歐盟已經承諾負擔其中900億歐元。第一，透過歐盟預算借款；第二，以凍結嘅俄羅斯資產作為賠償性貸款資金來源。目前約1850億歐元嘅俄羅斯資產由比利時持有，另外有250億歐元分散喺其他歐洲國家。比利時首相德韋弗表示，尚未見到足以消除法律同流動性風險嘅保證，因此仍然反對呢個計劃。佢要求3項條件：風險由所有成員國共同承擔；若需還款，
所有國家共同分攤，凍結俄羅斯資產嘅國家必須同步行動。相比之下，德國、荷蘭同波蘭等國支持動用俄羅斯資產。德國總理梅爾茨表示，呢個舉動係為咗加速結束戰爭。波蘭總理圖斯克則直言，要麼今日出錢，要麼聽日流血。匈牙利總理奧班則強烈反對，稱沒收俄羅斯資產等同於宣戰，並拒絕透過歐盟預算舉債援助烏克蘭。俄羅斯方面警告，若佢嘅資產被動用，將視為竊盜，並可能採取報復行動。俄羅斯國會已經通過決議，準備對比利時、Euroclear 同埋相關國家採取反制措施。總統喺12月17日表示，委內瑞拉必須歸還多年嚟從美國企業手中沒收嘅石油、土地及其他資產，並指出呢啲未獲得補償嘅只收行為，正係美國近期宣布對往返委內瑞拉嘅受制裁郵輪實施封鎖嘅原因之一。就喺前一日，總統下令喺委內瑞拉沿岸實施全面而完全嘅封鎖，禁止受制裁郵輪通行，作為加大對社會主義領袖馬杜羅政權施壓嘅一環。美國已經將該政權列為外國恐怖組織。總統喺安德魯斯聯合基地對媒體表示，我哋唔會俾唔應該通過嘅人通過，佢哋冇幾耐之前攞走咗我哋所有嘅能源權利同石油，我哋要攞返嚟，嗰啲係非法奪取嘅。佢亦喺12月16日喺 Truth Social 發文指出，委內瑞拉已經被龐大艦隊完全包圍，並警告軍事壓力將會持續升高，直到委內瑞拉歸還之前從我哋呢度偷走嘅所有石油、土地同其他資產。總統表示，馬杜羅呢個唔合法嘅政權正利用呢啲被奪資產嘅收益嚟維持政權運作，並助長毒品恐怖主義、人口販運、謀殺同綁架。佢強調，封鎖適用於所有進出委內瑞拉嘅受制裁郵輪。美國將會對任何沒收美國資產或威脅美國嘅敵對政權採取果斷行動。總統所指嘅資產爭議主要源自2007年，當時委內瑞拉領導人查維茲下令沒收外國企業嘅大型石油項目，包括埃克森美孚、雪佛龍同康菲石油，以及挪威同法國企業。呢個舉動延續咗1976年將石油產業國有化嘅政策。部分企業選擇仲裁求償。2014年，世界銀行仲裁機構裁定委內瑞拉需要賠償埃克森美孚16億美元。2019年裁定需要向康菲石油賠償近90億美元。委內瑞拉喺2025年試圖推翻康菲裁決失敗，至今仍未付款。總統批評歷屆美國政府未能強硬應對資產被奪問題，並強調美國要將屬於自己嘅嘢攞返嚟。白宮副幕僚長史蒂芬米勒亦都表示，委內瑞拉嘅國有化行動係史上最大規模嘅美國財富同財產盜竊。總統展開第二任期之後，美國明顯加大對委內瑞拉嘅軍事壓力，喺周邊部署海軍力量，並對涉嫌同馬杜羅政權相關嘅毒品走私船隻發動打擊。上星期，美軍喺委內瑞拉沿岸扣押一艘郵輪，遭加拉加斯指控公然竊盜同國際海盜行為。美軍亦喺加勒比海同東太平洋對疑似毒品船隻發動多次行動，已經造成至少99人死亡。總統亦表示唔排除對陸上目標採取行動，引發部分國會議員同法律專家對行政權限同合法性嘅質疑。德州民主黨眾議員卡斯楚批評封鎖行動係毫無疑問嘅戰爭行為，並指出國會未授權，民眾亦唔希望發生戰爭。眾議院預計喺12月18日就一項要求結束對委內瑞拉敵對行動嘅決議進行表決。委內瑞拉外長則指控美國企圖透過軍事力量奪取委內瑞拉嘅天然資源，稱衝突從來就唔係移民、毒品或者人權問題，而係石油同能源。美國國土安全部長同白宮則回應，相關行動係為咗阻止非法毒品流入美國，未來唔排除持續扣押郵輪，以防石油收益助長毒品恐怖主義。今日嘅更新就到呢度啦，我係 Laura， 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會為大家帶嚟最新同真實嘅資訊。
記得收睇我哋嘅旅遊節目 Trip Talk， 一齊探索世界嘅精彩。亦歡迎關注 Laura Tam Media， 第一時間掌握我哋為你精心準備嘅多元化節目內容。